我哋嘅取向咧係反對資產審查。我哋認為，如果佢要擺資產審查喺度咧，我哋係贊成唔到嘅。我哋認為應該係所有65歲以上嘅長者都能夠享有呢一個嘅特惠生果金，而作為一個過渡方案，唔係一個永久性嘅方案。5年內，我哋要全民退休保障制度。其實凡親係有資產審查，唔係全民嘅制度咧，都會有個道德風險。有啲老人家咧，如果譬如話喺附近嘅話咧，其實佢就一定會做一啲資產審查啦，或者係即係甚至佢及早咧將佢嘅資產或者積蓄咧早啲用咗。咁呢一樣咧，其實係幫唔到即係我哋好多老人家嘅，即係實際上會令到我哋好多老人家係分化。咁所以我哋亦都覺得呢點係唔好啦。再加埋嗰個所謂行政費咧，要審查，要分辨究竟你合唔合資格咧，其實嗰度都唔少錢。我哋寧願呢啲錢咧係俾埋老人家，然後作為即係到走向全民嘅制度嘅時候咧，就順理成章。